好多人都知道我長期喺 BNI 做緊人物系統，成日都有人半開玩笑咁問我：而家係 AI 時代，人物仲有用咩？而家嘅 AI 可以寫方案、做報表，幫你對接資源，甚至幫你線上推廣揾客。咁傳統嘅人物，尤其係線下嘅面對面交流，仲有咩用呢？今日同大家分享下我嘅睇法。以前我哋覺得想要累積人物，就要多去飯局、多曝光，要圓滑處世。但係呢種淺層嘅人物喺 AI 嘅時代已經唔夠用啦，甚至可以話係無效嘅。AI 可以一秒整理過千條嘅資訊，快速匹配渠道。靠 AI 你每日可以做到好多人，就好似你每日收到一大堆電郵一樣。但係你收到信息唔代表你同對方互相認識，更談唔上熟悉、建立信任。我哋呢啲喺商場打滾幾十年嘅人好清楚，一個人嘅成功唔單靠能力、技術同埋知識，仲需要一樣嘅催化劑，就係難得嘅機會。而難得嘅優質商機咧，都係嚟自於人與人之間深度嘅連結。簡單嚟講，就係別人對你嘅信任，而信任唔係靠 AI 工具推送出嚟。人物嘅重點從來唔係你識幾多人，而係有幾多人願意信你、撐你、同你長期合作。人哋之所以信你、撐你，係因為你嘅個人口碑、資源整合能力、執行能力，呢啲並唔係 AI 能夠複製出嚟嘅個人資產。單靠 AI，人哋係唔會俾呢啲頂級嘅機會你嘅。但係話翻轉頭，我唔係話 AI 冇用，相反 AI 係一個好強有力嘅工具。如果我哋利用 AI 配合深度人物，一定可以創造出更高價值嘅商機。剩低最關鍵嘅問題就係深度人物點樣開始建立呢？點樣培育屬於自己嘅高端人物圈，創造屬於自己嘅機會呢？我係 Anthony Liu，香港 BNI 高級董事顧問，關注我，帶你去了解更多香港創業做人物真實嘅心法。